若这个台湾山沟破坏农作物的状况是愈来愈严重，像森林古街的山区，各种水果树甲青菜，去互高山连根挽起来，甚至参还未熟的水果嘛去互破坏，农民是要哭无目屎。县政府补助农民会当来架设电网讲这个申请的件数，为去年的4件到今年已经增加7倍到28件咯。 即马是柑仔的生长期，来到高溪的果园，会使看到农民当咧装一条长长的铁网莫看伊无，伊是会使甲台湾高山挡掉的重要风线。现在已经有电已经打开了，所以就要放电对不对？过来台湾高山危害农作物的状况愈来愈侪，上严重的是森林古溪的山区，甚至阁有种的果菜和高规丛拢挽起来，农民的损失是真凄惨。 你即摆4季以前嘛，罕你看到狗，即摆规个狗遮侪预防措施，互咱遮的农友收成会往较好咧。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县府补助农民装电网只是农民爱出一部分的钱，所以无啥物人愿意申请。不过因为狗的问题愈来愈严重，申请的案件嘛对去年4件增加到28件。比较不怕人，甚至人走了，甚至鞭炮放完了，他们马上又过来。 虽然县府嘛补助农民放炮来赶高山不过效果无好。农民即摆嘛决定加开一寡钱装电网无想要搁互狗破坏因辛苦种的作物。